在洽公业务办完后，要如何送客呢？先教大家一句，办好了，潘后嘞，潘后嘞。这句话可以让民众知道办理的业务已经完成了。所以当我们讲潘后嘞之后，还可以加上什么东西让民众觉得公务人员很有礼貌呢？有4个例句。比如说第一个，长来了，长来了，华语的意思是再见，欢迎您再来玩。这句很常用哦，我们来念2遍，长来了，长来了。第二个，顺行，顺行，慢走的意思。第3句，爱生意哦，爱生意哦，意思是要小心哦，叮咛关心民众路上要小心哦。再来也是关心民众路上安全，要注意安全哦，要注意安全哦，要注意安全哦。好，我们学完这4个例句之后呢，接下来我们来实际练习一遍。潘后嘞，长来了，潘后嘞，长来了。好，第2个句子呢，潘后嘞，顺行，潘后嘞，顺行。第3个句子，潘后嘞，要生意哦，潘后嘞，要生意哦。好，第4个呢，潘后嘞，要注意安全哦，潘后嘞，要注意安全哦。以上这些句子都是我们公务员朋友们在办公时常会用到的问候语。如果您都学会了，还能运用出来，这样卡卡乡亲会感觉到你懂强哦，懂强哦，很厉害，你懂强哦，你很厉害哦。